来看台北地方法院初五裁定，前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地以7000万交保。郭文地经过思考，早起表示讲，伊同意交保，伊的牵手单飞机就随出门去办交保手续。法院本地按算讲的8点半要派车去看守所带人，也毋过伫中昼12点20分，郭文地嘛已经提前到台北地方法院办来挂电子卡了，办出保即交保的手续。民众党的支持者嘛伫半夜外口来迎接郭文地。郭文地又讲伊过去即档检方查一档，啥物拢查无，讲这是冤案，嘛指控总统赖清德造成国家分裂。那么来看郭文地放放出来了后的谈话。这个案子在台湾已经纷纷扰扰1年了，请问检察官，你们查了1年，到底查到什么？什么都没查到。民进党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民众党怎么会这么干净？所有来作证的公务员都说过程是合法的。你们检察官也不是市政专业，也不是都市计划的专家，所有的公务员都说这是合法的。为什么你们检察官就说这是不合法的？希望台湾因为有我们可以变得更好，不要像赖清德那样，让整个台湾四分五裂。这个案子根本是冤狱。我同学李文忠，他根本没有碰到金华城案，因为那一段时间他根本就没有在台北市政府了，就为了一通简讯，把他关了11个月。台湾民主化30年，怎么还有这种冤狱？我个人的苦难就这样过去了。但是我希望台湾以后可以更好一点呢，不要这，为什么要让整个国家陷入四分五裂？赖清德，你好好想一想吧。